大家馬迷朋友好，歡迎嚟到跑馬仔貼士頻道。本頻道主要係提供一膽拖兩配腳，另外亦有三重彩嘅兩匹配腳提供。嚟緊6月14日沙田日馬共9場草地2場泥地賽事，當日嘅開跑時間係下午嘅4點鐘。跑馬仔貼士界面用法嘅簡介，喺左手邊嘅圖表就係提供一個膽同埋兩隻腳。如果想買三重彩嘅話，就可以參考下三重彩配腳係有2匹。至於跑馬仔指數係會電腦分成 A、B、C、D 4個等嘅級別，如果沒有級別嘅馬匹，代表電腦確定為不確定性。右手邊呢個圖表最主要係顯示上至賽果嘅近5仗，同埋上戰賠率嘅排序。以呢個圖為例，佢最上嘅一戰就係跑第1名，當時嘅賠率排序係第5。又例如佢第5次，佢係跑第9，而當日佢嘅賠率就係大熱，亦即係排序第1。大家好，下一次6月22日賽馬日，我哋嘅頻道將會有全面嘅更新同埋改變。多謝大家一路以嚟嘅支持。第一場新馬1000米，馬膽係2號渾身解數，配搭潘頓孭128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。4號馬達配梁家俊孭126磅，第二匹配腳。7號豐功偉績配呢個艾杜拿孭121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號不勞而獲，6號眼健康。第二場5班1600米，馬膽係7號富裕君子配搭霍雲星孭129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。8號紅黃繽紛配搭艾少禮孭129磅，第二匹配腳。9號桃花多配搭潘頓孭127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2號友誼喜悅，2號聚風雲。第三場4班1200米，馬膽係7號轉得勝配搭呢個潘頓孭127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。4號有形量配搭黃志雲孭120磅，第二匹配腳。1號着燈配搭呢個布文孭131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3號彩虹七色，6號飛輪霸。第四場4班1200米，馬膽係1號天天灑落配搭潘頓孭133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。8號機械騎士配搭黃志雲孭113磅，第二匹配腳。11號標之多多配搭黃寶妮孭106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5號川河營區，2號福國寶。第5場4班1400米，馬膽係12號精算特殊配搭潘明輝孭120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。8號和道威配搭布文孭125磅，第二匹配腳。1號大數據配搭黃志雲孭128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0號長隆居、13號劍無情。第6場4班1800米，馬膽係3號平海之星配搭呢個艾杜拿孭127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。2號綠色巨人
配搭霍雲星，孭129磅。第二匹配腳13號客家之光，配搭艾少禮，孭117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9號雙贏、6號密密送。第7場4班1004米，馬膽係4號安都，配搭呢個布紋，孭129磅。拖嘅第一匹配腳9號有色光輝，配梁家俊，孭124磅。第二匹配腳5號幸運旅程，配搭呢個潘明輝，孭129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1號金鑽80、3號喵喵怪。第8場2班1002米，馬膽係2號天天同樂，配搭呢個潘頓，孭133磅。拖嘅第一匹配腳3號氣勢，配搭布紋，孭128磅。第二匹配腳1號精算暴雪，配搭艾杜拿，孭135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6號好有心得、8號龍之輝。第9場3班1800米，馬膽係8號衝鋒萬里，配搭黃志宏，孭121磅。拖嘅第一匹配腳2號安可，配搭潘頓，孭134磅。第二匹配腳10號艾利奧，配搭呢個希威森，孭125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3號黑桃火箭、9號九九為尊。第10場3班1002米，馬膽係5號實力哥，配搭黃志宏，孭120磅。拖嘅第一匹配腳1號蒸蒸日上，配搭霍雲星，孭135磅。第二匹配腳12號扶搖西勁，配搭梁家俊，孭118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0號自跑得、7號幸運星球。第11場3班1004米，馬膽係5號標之星河，配搭潘頓，孭121磅。拖嘅第一匹配腳6號樂勝天下，配搭梁家俊，孭121磅。第二匹配腳1號勁進飛翔，配搭呢個布紋，孭135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2號實力、8號是燈。最後麻煩大家幫忙免費訂閱我哋本頻道作支持，記得按埋個鐘仔啊，同埋點讚我哋嘅影片。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